小球員站上球場，開心與成棒球員互動。台南媒體壘球聯隊和台南市城市棒球隊共同舉辦3級棒球回饋活動，邀請立人國小、文園國小、公園國小以及明德國中共58位小球員參加。台南市長黃偉哲也親自出席，與府城長照執行長蔡雲成、台南市電子媒體記者協會理事長賴冠章一同進行開球儀式，現場氣氛熱鬧。除了致贈棒球器材外，15位成棒隊球員及教練團也分享訓練經驗，並指導基本投打技巧。大家記得當初的紅葉棒球隊是用樹枝跟石頭來打棒球的但是現在已經進入到了科技時代，人家都要算那個每個投手的球速，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術，有好的選手，才能夠這個打贏球賽。那我們平常照顧老寶貝但我們也有機會可以來照顧這些小寶貝，讓他們有機會，然後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讓期待說台南市我們未來有世界冠軍的產生。我們會非常珍惜這一份的一個資源好好的把它運用在我們的學校以及我們的棒球隊上，讓我們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夠更上一層樓。台南有完整的7級棒球體系，從少棒、青少棒、青棒到大學成棒及職棒，都是城市重要的運動資產。也希望透過更多資源投入，提供孩子更完善的訓練環境。台南能夠恢復過去我們的棒球之都，而且也可以把我們過去對於不論是少棒、青棒、成棒這樣的一個所謂基礎培訓的一個過程，能夠做得更好。我們在基層棒球的資源非常的少，所以很感謝我們記者協會這樣子媒合，讓我們企業單位投入在我們基層棒球。好，大家來共同挹注資源，好，來贊助我們這個基層的這個棒球的這個活動。好，這個是相當的非常的令人欽佩。參與活動的4支隊伍都展現相當扎實的基本功，顯示台南基層棒球深厚實力。透過與成棒球員近距離交流，不僅讓小球員獲得寶貴經驗，對有志投入基層教練工作的選手而言，也是一場難得的實務交流與傳承體驗。記者周懷騰的報道。